大家好，我係三百佳。今集節目兩大任務，第一個任務同大家分享下點解我走入去睇《阿凡達》第三集，究竟好唔好睇呢？第二個任務就係去邊間戲院睇至好。節目未開始之前，如果想支持我嘅頻道嘅話，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本身我真係冇乜入場意欲啊，因為第二集真係拍得好悶好長。咁嚟到第三集，佢仲同我講比上一集更加長，我已經好擔心。但係睇完出嚟，竟然我又睇得幾開心喎。嗱，當然個古仔你就唔可以要求太高啦，因為其實由上集開始，佢嗰個視野已經變到好似 family business 咁樣，即係變咗家庭嘅瑣碎事。壞人又好似嗰個設計又唔好，咁反而今集邪惡嘅女妖啦，我叫由查理卓別靈個孫女扮演嘅角色咧，俾到嗰種妖豔啊，或者嗰種邪氣嘅感覺俾我。咁但係都係嗰句，個 character development 都係好 flat 嘅。咁所以古仔你唔好要求有啲咩太大突破啊。喺度再諗翻，究竟今集有啲咩吸引我會中意今集？佢成個脈絡嗰啲去法咧係快咗好多嘅。雖然都係重複，不停地嗰個 family 嗰啲 member 會俾人捉嘅。而我覺得其中一樣嘢令到急劇將佢拉高啲分數咧，係間戲院。今次《阿凡達3》嘅揀院攻略同以前介紹其他電影嘅揀院攻略有少少唔同，佢反而有啲似呢個頻道介紹家庭影院選購嘅攻略。咁揀邊間戲院好呢？嗱，如果有睇開以前節目，我介紹影院攻略嗰陣時咧，基本上得兩個選手係放喺前邊嘅啫， Dolby Cinema 同埋 IMAX。但係今次多咗個選手係 Cinetic LED。如果計排位，特別用香港我哋去得到嘅戲院嘅角度嚟睇咧， Cinetic LED 咧係排喺第一位嘅。I think that the Avatar movies get along with the Cinetic format perfectly。我哋阿凡達要達到一個極致版本咧，就要符合到我左手邊嘅所有 requirements。好啦，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嘅係 3D 格式，三大主流嘅影院全部都支持 3D 格式嘅。有睇開嘅都知啦，戴個眼鏡好似太陽眼鏡咁樣嘅。咁你如果個畫面嘅光亮度唔夠呢，就會影響你 3D 嘅 experience。三個都俾到一個一定程度足夠嘅光亮度俾你。最好嗰兩個就一定係 Cinetic LED 同埋 Dolby Cinema 解像度啦。呢出戲出嚟原生嘅 output 係有 4K 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喺呢個部門裏邊咧，最蝕章嗰個就係 IMAX， 佢只係俾到個 2K 嘅畫面你，其餘嗰兩個完全達標 4K。 High frame rate 1秒鐘48格幀率嘅支持。嗱，呢套戲唔係由頭到尾都係1秒鐘48格嘅，大概40% 呢套戲係1秒鐘48格，其餘時間都係去翻 standard 嘅 rate， 即係標準嘅1秒鐘24格畫面。咁所以喺轉換嗰陣時咧，你會睇到一啲 drop frame， 一啲可能會唔見咗一格嗰個現象出現嘅。咁基本上呢三大格式都有機會見到嘅，我覺得唔係太大問題嘅，亦唔會太影響你嗰個觀影體驗。不過要提一提就係，如果你睇 IMAX 嘅話， IMAX with laser 理論上係支持 high frame rate 嘅，但係個問題係間戲院支唔支持呢？嗱，我有啲 doubtful 嘅，因為上次睇《阿凡達2》佢都係用咗呢個技術嘅，我去 K11 IMAX 睇呢，佢係冇 high frame rate 嘅。咁所以你如果決定去 IMAX 戲院睇，你又唔想失去咗呢個1秒鐘48格嘅優勢嘅話呢，你 make sure 間戲院係支持 high frame rate， 你至好買飛啊。喺畫幅比例 aspect ratio， 即係畫面嘅長闊嗰個比例上邊呢， IMAX 喺呢個部門呢係勝出嘅，佢係提供到1.9比1嘅畫幅俾你，即係入到去 IMAX 睇呢，佢能夠用盡晒成個 screen 嘅。咁至於 Cinetic LED 同 Dolby Cinema 呢，佢最高嗰個版本係1.85比1嘅。嗱，如果係1.85比1同1.9比1呢，數字上係細咗，但係你睇少嘅嘢其實唔係咁多。我唔會覺得呢個係你決定性嘅因素去選擇 IMAX。咁但係要留意啦，你見到我隔離又寫咗一個另外一組數字，個數字大咗喎。你試下咁樣幻想，係一個闊銀幕版本，即係睇少咗嘢嘅。佢會比 IMAX 同埋1.85比1睇少咗嘢嘅。咁所以我哋揀
Dolby Cinema 或者係 Cinetiq LED， 你要 make sure 你去嗰間戲院佢能夠提供到一個 1.85:1 嘅畫幅俾你。因為好多時候戲院係唔會同你講，就算間戲院係個幕係 1.85:1， 但係可能佢個拷配、佢個 copy 佢本身都係提供到一個闊銀幕，即係睇少咗嘢嘅版本，咁就好棘手啦。嗱，特別我要講一講就係 Dolby Cinema。Dolby Cinema 咧，而家睇咗好多唔同嘅資料咧。國內版本今次嘅 Dolby Cinema， 佢係提供個闊銀幕版本，佢唔係提供 1.85:1 嘅。咁反而喺外國，只要佢嘅銀幕係符合 1.85:1 嘅話咧，佢就會提供呢個版本俾你。所以國外咧睇 Dolby Cinema 係首選。但係我有個疑問，究竟澳門 Dolby Cinema 係邊一個版本呢？同埋今次你見到呢三大主流格式，如果喺香港嘅視覺出發咧，我個人係建議 Cinetiq LED， 因為 Cinetiq LED 咧係絕對會支持到 1.85:1， 但係都係嗰句你要睇翻去邊間戲院。好啦，剩翻落嚟就 HDR 咧，基本上前邊嗰兩個冇問題啦，唯一蝕章嘅又係 IMAX。音效部分咧 ，Cinetiq LED 咧講緊主力係影像部分，佢音效部分咧。間都可能選擇唔同嘅，有啲冇同你講係 Dolby Atmos 嘅咧，就小心啲啦。嗰啲可能都係5.1嚟嘅啫，唔知係乜嗰啲係。所以要你 make sure 去嗰間戲院咧係支持 Dolby Atmos。去到 Dolby Cinema 就冇問題啦，去得 Dolby Cinema 佢個音效系統就一定係 Dolby Atmos 嘅。剩翻落嚟就係 IMAX， 講緊 IMAX with Laser。嗱，又要 make sure 啊 ，IMAX with Laser 至提供12個 channel。我講緊香港，我以香港為主，香港3間 IMAX Laser 都係12個 channel 3嘅。咁所以今次《阿凡達3》嘅簡遠攻略，第一個首選嘅 option 就一定係 Cinetiq LED 或者係 Dolby Cinema， 但係要 make sure 佢播放嘅版本係 1.85:1 嘅 aspect ratio。咁如果你係喺香港嘅觀眾朋友想揾 Cinetiq LED 嘅戲院，咁邊間最好呢？呢間戲院點去嘅？呢間戲院喺邊呢？我就喺福田口岸去嘅，去轉地鐵咧係要搭1個鐘頭車程，去到嗰個地鐵站咧就叫做嗰度係一個普通嘅社區，嗰個 mall 你話細又唔係好細，話大唔大？嗰度最 eye catching 嘅就係有一個 Walmart 喺嗰度咯。準時開畫，但係又遲放你入去，即係我今次入到已經播緊 Dolby Atmos 嗰個聲效 demo 啦，已經咁我都未坐定，我已經播緊啦，差唔多坐定就放正畫啦。呢間戲院嗰個畫面唔細㗎，佢亦標榜係23米㗎。我要求嘅最重要就係一樣嘢，可唔可以 cover 到個視野呢？咁我覺得好正嘅，佢完全 cover 到個視野之餘，第二。夠光，頭先講咗夠光，咁佢用 LED 電視嘅技術一定夠光嘅，所以個 3D experience 咧，我覺得係我睇過咁多次戲院入邊嘅 3D 係最 3D 嘅一次。佢個技術就冇投訴電視嘅技術嚟嘅啫，佢一定俾到個真黑你嘅，同埋佢係 4K resolution， 你睇得到係 4K， 好清晰嘅。IMAX 版本係 2K，3D experience 好好，好多鏡頭都係個差唔多水平面咁影出去，啲水喺你前面揚下呢個感覺，即係好似你浸喺水入邊浮沉嘅感覺。今次係完全出到嚟嘅。阿凡達2我係感受唔到呢個感覺啦。阿凡達2我喺 K11 嘅 IMAX 再重申一次，有好多時候打嗰啲水花咧動作啊，會激起側邊水面上啲水花，嗰啲水花濺起咧，感覺到佢好似真係會掃埋嚟啦。即係如果佢可以好似 4DX 咁樣噴啲水落嚟咧，就 very good 啦。當然嗰個 3D experience 唔係誇張嘅，阿凡達唔係同你玩誇張，因為我成日覺得屋企嘅 experience 好啲啦，唔知點解。但係今次如果以戲院嚟講咧，我覺得係我睇咗咁耐 3D 我最滿意嘅一次。呢間戲院點解我會俾咁高分數，甚至係我以後睇戲有可能第一個諗起嘅戲院就係呢間呢？因為佢提供咗一個我係好重視嘅全黑嘅觀影環境。嗱，咩叫全黑嘅觀影環境啊？所有戲院入到熄晒燈睇，冇錯係熄晒燈，但係都仲有光害嘅。其中一個最大光害就係嗰個走火 exit 燈，綠色嗰眼呢。嗱，佢開得光啊，瀨晒嘢啦，或者好當眼你見到會瀨嘢。其實好多戲院都有呢個問題。呢間戲院係收得幾靚嘅呢兩眼燈，唔係話唔存在，佢存在嘅，不過佢校得光亮度稍為細啲，同埋唔係咁容易喺你個視線範圍見到嘅。咁呢個係幾方面夾得唔錯嘅呢間戲院。而
今次個 experience 咁好，我自己賽後檢討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睇緊 3D 你要戴眼鏡，個眼鏡有啲似太陽眼鏡噶嘛，基本上有減光嘅現象出現，咁所以呢兩眼燈呢，可能因為咁嘅因素冇咁容易俾你察覺到。二來 3D 眼鏡側邊嗰兩個粒咧，嗰兩隻腳咧掛喺呢隻耳嗰度咧，側邊咧闊闊地噶嘛，有可能都會令到我眼尾咧冇咁容易察覺到 exit 燈嘅存在。咁當然佢嗰個 cinema 嘅 design， 我個座位到銀幕嘅距離，嗰個視野覆蓋率亦有幫助。所以呢出戲係我喺香港又好，大陸又好，全黑嘅感覺係最強嘅一間。呢個 experience 之前最強嘅係喺 Dolby Cinema 見到，但係要留意朋友，唔係所有 Dolby Cinema 都俾到呢個全黑嘅體驗俾我。我第一次感受到嘅係喺 Osaka 嘅 Dolby Cinema， 而第二次感受到嘅係喺福岡嘅 Dolby Cinema 至俾到呢個全黑嘅體驗。但係唔係間間都得㗎，喺東京嘅嗰間係唔得咯。咁今次嘅體驗係唔係100分呢？咁又點都扣翻啲分嘅。咁扣呢啲分呢，係我喺我今次嘅經驗裏邊扣嘅啫，或者你睇嗰陣時唔會扣嘅。咁入場有個 3D 眼鏡免費派俾你，正確嚟講係借俾你用。你睇完戲要還翻俾佢。如果你還唔到俾佢整爛咗呢，好似係罰你200蚊人仔。如果我冇聽錯，咁因為呢副眼鏡咧係主動式嘅 3D 眼鏡，要內置電池嘅。如果你睇下佢應該會有少少 flicking 嘅個眼鏡，即係會不停眨個眼鏡自己，咁令你左右眼接收一個唔同左右嘅影像。首先我本身有戴眼鏡嘅，所以我要喺佢之上再戴多個 3D 眼鏡咧，都 OK 嘅，我唔可以話好唔舒服。佢有機會嗰副 3D 眼鏡係褪落嚟，其實佢唔係褪落嚟，係一個正常咁樣戴咧。我睇落去咧就會好似喺個頂部我見到 3D 眼鏡個框，所以成出戲裏邊咧，我成日都要間唔中要托下個眼鏡，甚至一時長時間地托高個眼鏡睇嘅。你諗到都覺得哇，咁係好辛苦，但係我真係唔知點解，整體感覺我仍然覺得良好。仲有第二樣嘢你要小心嘅，如果你去呢間戲院睇，或者你北上去睇戲，你隔離嗰位朋友仔啊，前後左右朋友仔可能會開電話㗎嚇。佢都知道影響到人咧，有部分朋友仔係會較暗掂咗嗰個電話，但係佢哋都開咗，你點都要影響我嘅。咁我又唔知點解好黑仔咧，我冇走去干涉啊嚇，因為一干涉完咧，動怒咗我咧，我就變咗好難再睇戲，好辛苦啊。咁我點樣解決咧？今次咁一來我戴咗 3D 眼鏡遮到啲啦，二來我間唔中我會攞隻手咧，身高攞隻手掌喺我側邊啦，即係眼尾側邊咧擋一擋嘅，咁都擋到下嘅。你有心理準備，如果你上去睇，特別而家仲做緊的話咧，即係阿凡達都幾旺場嘅喺內地，你係有機會遇到咁嘅觀眾朋友。咁呢個你控制唔到啦，咁只係祝你好運嘅啫。唔知道大家又有冇打算入場睇阿凡達3咧？唔知大家係咪又煩惱緊去邊間戲院睇呢？希望今集節目嘅資訊能夠幫到你揾一間最啱你嘅戲院。如果睇咗嘅話，亦歡迎喺下邊一齊傾傾今集你有啲咩收貨或者唔收貨嘅地方。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三百佳，想支持我嘅頻道好簡單咧，下面 CLSS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希望下一條片再見到大家，拜拜。